兩大季節限定，山東三大賞櫻地啊，櫻桃任摘任食呢個純玩團真係啱晒你啦！大家好，我係周老闆。呢次青島煙台威海6天團啊，全程純玩冇購物，香港直航往返，4月10號到30號限定賞櫻咧，赤山、羅陽澤村、中山公園三大勝地逐個睇，仲有花海漫步，超有意境啊！咁當然啦，5月份出發嘅仲可以櫻桃任摘任食，最想摘櫻桃啊，定係睇櫻花呢？評論區話我知道喎。玩嘅方面呢，我哋會乘坐呢個網紅大帆船出海，出海有啲咩睇啊？嗰度最出名嘅就係八仙過海，我哋尋找佢哋嘅故事，仲有威海嘅火炬百佳、青島棧橋打卡布魯威斯號呢個網紅點啊，仲有安排專業嘅攝影師做乜嘢？梗係幫你哋拍旅拍，每人送2張。咁嚟山東肯定要體驗酒文化啦。山東最出名嘅酒係咩啊？唔使講，青島啤酒。我哋去到個博物館，獨一無二嘅原漿啤酒，仲有張裕酒莊嘅葡萄酒亦都好出名嘅。當然去到梗係俾大家試下咩味啦，係咪？而且仲可以自己製一個標籤金獎嘅白蘭地啊，俾大家帶翻屋企做個紀念。咁另外住嗰方面咧，全程安排自選假日啊、海悅嘉軒呢啲咁嘅國際品牌酒店。食嘅咧有出名嘅膠東魚家宴，原汁原味嘅海鮮，因為喺嗰度嚟講，青島都係近海啊嘛，所以海鮮好正㗎，地道美食，哇，食到夠啊！咁仲有香港直飛，唔使轉機喎，行程又輕鬆，慢慢打卡，慢慢玩。去山東睇櫻花、摘櫻桃，選呢一個純玩團就啱晒啦，名額有限，手快有，手慢冇。幾多錢啊，周老闆？大家可以打我哋電話熱線26501628，或者到我哋各地分行報名，一定有個驚喜俾你哋嘅。多謝晒。